下种下嘅素材，当然单单都晒出去，连能让向地方发展。有意到嘅乡亲都希望大帮产业发展，来写后生仔赚到家乡。中发展部信息，年浪前出租一个后生仔种景片，伫菜地有名嘅高手，逢3月几个萝卜笋头位，拿为一件萝卜，开了一间咖啡店。种景片本单出系图，让艺术设计相关嘅。佢保留了萝卜嘅元素，还加了後生仔加一個富貴不風格，也攞富權嘅解放3月蘿蔔結合起來做文化討論。店都還提供了藝文展覽空間，讓自家徒手來做嘅考場，希望發展做文創基地。佢也結合菜田農民、老農產加熱村店地圖，還地葡萄出產嘅時期，佢排地葡萄農下是葡萄人嘅畫圖。係家鄉嘅日提供店。蘿蔔嘅結合現代元素，也見有文創風格嘅咖啡店，係中華埔新鄉有一部嘅同數到後生人歡迎，同好去翕相打卡嘅素材。那我们的就是老屋结合了货柜屋，就是一个现代与古迹的那个结合。那我们这个点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老旧的平房，对，就是一般的住家。那我们就是将格局的墙壁都打掉，然后让空间看起来更宽广。那我们的这个墙是原本屋主就有留下来的墙，这是原本的，我们这都有保留原本的特色。店都嘅布擺動有文藝搶眼嘅風格，簡單又高雅。店中從景皮係菜天熱，年菜係土藝術同世結合呢，真到家鄉可以間咖啡店，係佢一切都有嘅夢想。我们的家乡的话，彰化这边比较缺乏这样子的店家，那我也希望说能将我所学所看到的，能带回到我们的家乡这样。那我们彰化本身就是属于比较人口外流比较流失的地方，那也希望说能借由我这样子一个店家，能串联我们彰化在地的艺文气息，那也让更多年轻人想要回到家乡。總景皮以內起設同嘅一件蘿蔔嘅，順後就係菜地以出名嘅高手黃三爺嘅蘿蔔。寶島歌郎黃三爺是所有家喻戶曉的，那他唱的一首歌叫《素蘭小姐》。要出嫁，素蘭小姐要出嫁哦，那个所有的長輩、年輕人都聽過。那這首歌的傳承，也讓這一個房子跟黃三遠父親的故事受到很多人的青睞，包括老中青三代。所以我們利用這個點發散出來，在黃三遠故居周遭，的產業跟它的舊建築做一些規劃。咖啡店附近內有黃三爺嘅蘿蔔，加到結合起來，帶人進行見解說，嚟讓嘅人客就更加了解菜地嘅故事。這個西式的洋樓的特色就是當時的建築師在1939年設計的，然後當時在設計的過程裡面哦，它保有它洋樓的外形，然後最重要可是它的屋頂還有建築風格還是閩式的，然後後面因為在1939年是日治時代，所以它也有和式的建築風格。可是住在這裡的是我們的客家人。這裡之前的話，就是我們外面都是雜草叢生，那也把這棟美麗的建築物都擋住了。那我們來到這邊之後，希望讓更多人可以了解這段歷史。那我們就把這邊整理，然後讓更多人了解說，我們埔心有一個黃三遠的故居，是一棟很美的那個老式洋房。開店做生意，作為年人來阿景皮了解到，稻田種下愛開一間咖啡店，色彩無按規，愛維持穩定嘅人客，還會滿足各種各樣嘅人客。嗰數同後生嘅藝術創作者結合起來，除睇佢同數做嘅課程，未同店都設計的細細嘅素材來展覽，多方面嘅建議，按呢就會有更加多嘅人客來接觸到藝文。就通常我们要展览的地方都是可能大城市比较多，然后像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少。我觉得这里是一个提供一个创作者非常好的就是展览地点。
就是我们可以来这边，边吃饭啊，然后放松，然后又有就是展览可以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会希望说能将我所学的或者是一些手作的课程，能更就是亲民的带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那展览的部分一直以来也是就是让每一位客人来到店里的时候都有就是不一样的感受。那例如这次是摄影作品，那上一次可能是油画作品，这每一次就是让客人可以增加一些不同的艺文气息。两位店都嘅存点，咪係用彩体嘅色彩同稿紙做出各種無負擔嘅存點，其中也一筆巧妙斬掉嘅影片係多數都後生人嘅歡迎。像是我们的话，在地产的话有葡萄跟芒果，那这是我们埔心的特产。那我们的饮料的部分的话，我们结合把它变成珍珠，那这是芒果口味的珍珠，这是葡萄口味的珍珠。那珍珠的话，一直以来就是算是年轻人比较喜爱的饮料。店都咪表嘅採體銷農嘅農產品，為同農民填賣，下經片咪接受漁夫權利嘅高言，來了解作物嘅成長，下個討論應用嘅同農民配合對判發通，從5月的喺葡萄出產嘅時節，也到就期盼其下從葡萄園民眾都動支持。在我們葡萄季盛產的時候，我們有一條葡萄隧道，在隧道底下就是辦餐會的方式。讓消費者來我們這邊，除了可以買到新鮮的葡萄，那同時又可以在葡萄隧道底下用餐，讓整個消費者來到我們這裡的時間逗留的時間可以比較長一點。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異業結盟。因為像是在國外蠻盛行在就是鄉村田野間，然後葡萄樹下用餐的那個情況。那我們就是也想到說，因為這邊剛好就是有一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感覺，那也希望說就是用我們的餐點，就是讓大家也體驗一下說不同的那個用餐的環境、氣氛跟飲食文化。咖啡店同在地嘅文化、藝術產業結合起來，阿健片希望大幫案內向行卡島嘅後生兒轉到家鄉，希望也等嘅會由行卡島文創4點嘅同藝文工作室發展出文化雙全、無主總頭，案內埔心鄉為行卡農業又有特色。